今日同大家去睇一個位處於喺西半山太古地產出品嘅地標式屋苑 Araso。呢度實用面積係980尺，2房1套嘅間隔，我哋一齊去參觀下。入到單位呢，係見到一個大橫廳嘅開跡，左手邊就係廚房同工人房嘅位置，而大橫廳嘅格局呢，可以令到空間感更加寬敞，採光面好好，動線呢都好靈活。落地大玻璃窗再連接住一個可以望到維港海景嘅露台，無論你喺客廳邊個位置都可以望到咁靚嘅景觀。經過走廊行入嚟呢，就係休息區啦。細房嘅面積呢，就唔算好大，但係呢都足夠擺到床同埋衣櫃，之後呢都仲有足夠嘅活動空間嘅。而主人房嘅空間呢，就寬敞好多，足夠可以擺到張雙人床，之後呢都仲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而細房同主人房嘅景觀呢，同樣都係可以望到維港嘅煙花海景嘅。所以無論你喺屋企嘅邊個位置，都可以欣賞到香港呢個世界3大嘅景色。浴室同埋廚房呢，保養都尚算乾淨企理嘅，但係洗手間就冇窗，可能就要靠浴室寶幫助排濕啦。